該拋翻個波過嚟啊 OK。嗱，運動向來都受歡迎㗎，有年輕人甚至夢想咧成為運動員添。要實踐理想，首先咧就要有健康嘅身體，所以千祈唔好食煙啊！唔少年輕人覺得自己年輕力壯，唔以為食煙唔會對佢哋身體造成太大影響，加上被加味煙呢種同一陷阱呃到，結果就深陷煙癮。好似我哋曾經接觸過一個17歲青少年嘅個案，佢12歲開始接觸煙草產品，起初覺得傳統煙好大陣苦澀味，後來經過朋友介紹食加味煙，一食就食咗5年啦。煙草產品加入調味劑，會掩蓋煙草難聞嘅味道同埋搶喉刺激，大大增加煙仔嘅吸引力同成癮性。大眾誤以為吸加味煙嘅煙害較少，但其實調味劑會促進人體吸收尼古丁，同埋加強尼古丁對大腦嘅作用，令吸煙者更多同埋更長時間食煙，加深煙癮。我哋做過調查發現，現時有一半嘅吸煙者食緊加味煙，當中以青少年同埋女性比率較高。結果顯示，吸加味煙嘅青少年上癮比率，較吸燃味捲煙嘅青少年高出超過1倍。青年人食加味煙嘅問題不容忽視，政府將會循序漸進進行多項控煙措施，包括禁止加味煙，盡快遏止煙禍蔓延。